以赛亚书第33章，求帮赞的祈祷。惨啊！你一个也未受毁灭的毁灭者，你一个毋捌受背叛的背叛者。你毁灭人了后，你嘛会受毁灭；你背叛人了后，你嘛会受背叛。上主啊，人民愿原地听候你。求你逐早起做阮的气力，伫阮拄着患难的时做阮的拯救。你一个发声，万民拢逃走；你一个电位，万国拢四散。人会来收拾战利品，若阵草莓公集瓦来，亲像草莓钱瓦去。人会安尼三钱抢，上主受尊最大。伊住伫极悬的所在，伊要将公平正义充满释安，伊要互你一生一世安稳，有丰盛的救恩、智慧甲知识。敬畏上主是你的至宝。恁看，勇士伫街路在哀叫，救河的车赛哀惨啼哭，大路青青，无人得行，契约破裂。正人受看轻，人无受尊重，大地哀伤衰败，黎巴嫩见效高达，沙伦变做亲像旷野，巴山甲加密的树叶落了了。上主警告伊的敌人，上主安尼讲：即阵我要徛起来，要高举家己，显明我的大气力。恁怀孕的是粗糠，生产的是麦果。我的气要拿火吞灭恁，万民会互火烧甲变做石火，亲像站起来的刺皮，互火烧灭。恁伫远远的人，着听我所做的事；恁伫近近的人，着承认我的大能。锡安的罪人拢惊吓，无敬虔的人皮皮喘。因讲，咱减有人会当甲吞灭的火徛起，减有人会当甲永远袂花的火做火大。遐个行为公义，讲话正直，掩恶欺压得来的财利，摇手拒绝贿赂，趁耳孔毋听害人的计谋，目睭无看邪恶。即款人会住伫悬的所在。用山岩的堡垒做伊的避难所，绵羊供给充足，水源不断。公营的将来，人会亲目看到王的光彩，看见开阔的土地，人会回想早前恐怖的事，心内讲：但遐个口舌的伫倒位？伫亲正讲的金银的伫倒位？伫守望台地监视咱的伫倒位？恁袂阁看见傲慢的人民，因讲人听无的话，讲话直直拄拄，人袂了解。着注目看锡安，恁守做的城，恁的目睭会看见耶路撒冷，一个清静安稳的主体，袂互人伊耍的布边，伊的膝仔袂阁飞起来。伊的说袂转去，伫遐上主要对咱显出威严，遐有开阔的江河甲溪，无战船经过，无大只船往来，因为上主是咱的审判官，是咱的指挥官，是咱的君王，伊会解救咱。船的锁拢连去，篷条徛袂在，船篷踢袂开。迄时有真侪战利品通分，连卡摆的人都有份。伫遐徛起的人，无人会讲我破病，自民的罪拢会得到赦免。